家己记得对4月20开始，一直到5月初5，八庄头要互相比赛分鸟令，这毋若是地方一年一届大代志，展现分鸟训练的成果，也要互大家来认捌到这记得100多年的在地文化。主人甲手举悬，排无令的粉鸟连绵就往天顶飞出去。家己县伊地乡的庄头甲庄头之间，逐年伫这段田园较硬的时间，拢会举办粉鸟令的比赛。这只开始培养大只起来，大只起来就起来溜，对方争溜，溜足大，来开始溜铃，这粒铃开始溜大粒的，而且离一边放灯啊。我们要背之前，鸽子的尾巴要先缝一条线，然后取一个中间值。这个点是它的尾巴，就是取这个中间值，然后这根竹箫就从这边插下去。除了小改粉鸟安怎排舞铃以外，在地囡仔嘛展现因创造的舞铃，同款是伊地人的家己管鸟红中牛，嘛专工来参加这一年一届的粉鸟铃比赛。这个是异族乡很重要的特色，那已经100多年，那可以说现在还是维持的8个村庄两比赛，那现在又是赛歌铃季。那所谓赛歌铃季，就是龙显的时候，大家比赛赛歌铃。伊地乡公所表示，粉鸟铃的活动，毋但是各庄头对饲粉鸟技术的展现以外，嘛希望透过活动，让在地少年人对故乡的文化更加了解甲认同，未来当继续传承这100多年的农村文化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